來看日本的資深媒體人石坂民夫轟拍台灣的外交部指出講，這是中國跨境鎮壓的暴力事件。日本也有參議員嘛愛日本政府來表達立場。日本的外務大臣就表示講，日本政府無應該對其他國家的法律來做出解說，也毋過會密切來關心。印太戰略智庫執行長石坂民夫進前佇台中訪講叫，日本國會甲地方議員攏真關心。日本醫生會參議員趙平10日質詢的時指出，台灣外交部已經將這個案看作是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實行了後頭一樁跨境鎮壓的暴力事件，要求日本政府表明立場，防止事件在日本發生。日本政府はどういう考えを持つのか。国民の安全。そして日本国内での正当な言論研究活動等が阻害されないようですね、適切に対応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して、関連の動向も注視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趙平進一步警告，這款的事件也可能出現在日本，伊也煩惱家己和來自中國的人攻擊，政府愛提出具體防範措施。石坂民夫是表示，日本政界聲援，讓伊感覺真溫暖。不只是平議員啊，很多的日本的國會議員，都打來電話，特別是昨天。日本的關西地區的自民黨的地方議員的會譴責暴力，然後捍衛這個言論自由。日本自民黨關西一台友好地方議員聯名正式發表決議，強調絕對袂吞忍任何有政治目的的暴力、恐嚇甲恐怖行為，也表示袂因為暴力的威脅減少甲台灣的交流。不過中國繼續出後部恐嚇台灣，有台灣人去中國失聯，有人互留點遐互搬走。陸委會公布上新的案例，今年6月有2位警員去福建旅遊，說互中國的國安人員強制帶走，隔離質問。然後訊問的重點就是我國關鍵基礎設施的組織架構、清單等等相關資訊啊，然後還檢視員警的手機是否與該機關保持聯繫。楊文杰強調，按照目前的法規，無法度限制所有的公務人員去中國，咁要核准是由任一個機關來決定。不過牽連到關鍵基礎設施、甲國家機密有關係的機關，所以來會家己定審核的標準。記者綜合報道。